真正有够台。旧历7月，涂骹的物件唔通黑白捡哦。涂骹，倒一个才是真正的涂骹咧？土念做土，就是土地的土，所以有土地、本土、土鸡啊，这拢是土。土念做土，有土沙、红毛土、土豆、土骹，这拢是土骹的土。用音去分辨这两个字，是毋是真简单啊？另外，土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糟糕了，完蛋啦。所以，假使旧历7月，你过去涂骹黑白捡物件，哇，这声真是土气啊！